好回来。好，谢谢你们这几年对我的演唱会的支持。然后我每场演唱会也都会带部落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，或者是让他们更相信自己所学的，以后有机会学以致用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啦，因为我们是不愿意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没办法选择我要出生在哪一个家庭、哪一个族群，我生出来，如果我是法国人就好了，是偏偏我是阿美族，很难，没办法。但是大家都一样，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出生在哪一个族群、哪一个家庭，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到大会的事情，唱一首阿美族很经典的歌，你们应该会听过吧？哎，怎么听起来像那个呢？像皮安诺吧？原来你。干嘛？那鲁湾，那鲁湾，哦咿哟咿，咿哟咿哦呀。那鲁湾，那鲁湾，哦咿哟咿，咿哟咿哦呀。哦呀那咿哟咿。哦呀那咿哟咿哦呀。有自信尖叫声！
谢。好，节目到尾声了，已经几点了？9点。8点8点，差一点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也有一些要感谢的，感谢的名单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来了。你去哪里啊？好啊。其实这次活动真的，这次专辑还有演唱会，很多人帮忙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一个一个谢谢。你就听哦，好不好？听一下。我们要感谢拍了《总统肩膀》之后，行政院文化部与4级流行音乐产业局赞助。